接下来是依靠这个经文的这个受记，从而观修这个无常。这一部分主要念诵的是，当你要在临终的时候，嗯，出现的各种弥留的这个镜像。那么他在讲，就算你高居这个国王的国位，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也无计可施，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跟着这个因果的定义去入这个死亡。就算你是拥有呃哦千万个军队的这个将领，但是在临死的时候，这些将领就算围绕着你，也不能帮你阻挡这个死亡的到来。那么他是讲的，在临终的时候，七情上师加持。那么接下来是这一部分，主要在讲依靠各种所缘观想这个无常。他在讲这个，就算是再怎么德高望重的善知识，拥有成千上万的弟子，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还是得离开这些弟子。这些弟子也帮不了任何的忙。因为不管是高低贫贱贵妇怎样的一个人，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都只能那么这是第八个，这18个这个观修无常的方式，然后依靠这个佛陀的这个呃教义，从而观修这个无常。这其中呢有这个龙树菩萨所做的《致亲友书》之中的这些颂文，以及像《宝鬘论》之中提到的这个死亡无常的这些颂文，以及这个在入菩萨行论之中所提到的这个论文。
呃，这一部分是他属是在念诵这个七情上师加持，可以让自己的心识趋入这个正法，可以让这个趋入的正法可以且不被任何违缘所阻碍。那么之后是在讲依靠上师的这个窍诀以及上师的传记而观修这个无常。你的其中里面有引述这个阿底峡尊者的教言。这一部分是在念诵这个呃也就是仁钦宗波义师所著的这个论著之中提到的这个无常的这个教义。接下来念诵的这一部分主要是在讲各位高僧大德的这个传记，以他们的传记来引导我们去入这个死亡无常的修法，让他们的传记来激励我们能够精进的修持佛法。这一部分是格西波多瓦所做的这个教言之中所提到的这个死亡无常的这个定义。那么这一部分是在讲这个以及噶举传承祖师们的这个传记，都体现出这个无常的本性。这里面特别提到世间人，并不是说只是有吃的就满足了，他们还要非常的美味，所穿的衣服不是保暖就可以了，反而还要非常的艳丽多彩。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不知足，而想要更好。所以像这样的世间人一定要去思维这个噶举传承祖师们的传记，从而去修持这个无常。第20是这个将所有的这个经文的意思，也就是所有的释义都汇聚一处，总集在一起去观修这个无常。
然后这里面有比喻到这个死亡无常，就像是露珠、闪电般，并提到这个死亡的因缘有无数的，但是能让我们存活的这个顺缘却是少之又少。就算你有遍满整个3000大千世界的财物，你也不能买到。当你的死亡到临的时候，你也不能让自己更多一点时间能驻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一部分是在讲虔诚的祈请上师加持自己，然后，在这个观修无常的这个状态之中而安住。对不起，再怎么念下去都没有一个尽头。第21，以各种方式去观修无常。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观修无常，但是观修的方式却是很多的。先暂时念到这里。所以，那么这部分呢，都提到很多这个观修无常的这个方式。以这个显宗的这个经文，以及像这个佛祖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旨，依靠这个经文而观修这经文的含义去观修这个无常，以及以各种这个所缘的观想对境。也就是说，叫以一种观想，以一种将观想对境的方式，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去用中文讲的话是想象，就去思维会成这样，会成那样，以这种方式观修无常。那么依靠这个护持佛教的这个各位这个传承祖师，依靠他们的经验，因为当这个无常体现在他们的心性之中的时候，他们就会，当你听到这个有关无常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可以结合自己的修为，比方说这个至亲友书以及宝性论，还有这个入行论之中的这些经文，结合这些经文而结合自己的自相去而修行。像这个至亲友书之里面的这个经文，它是主要是讲什么呢？也就是当你在呼吸的时候，当你呼一口气和吸一口气，或者是睡一觉然后睁眼的时候，我们没有死亡，那么呢，这所谓的这个卡杰茜，它就是这个不丹的语言，跟藏语有点相同。也就是说，当你在呼气和吸气之间，这之间。因为像平常，如果真正死亡的时候，当你呼出一口气，不能只吸进去的时候，就是到死亡的这个时候。所以说呢，当你像有的人这样，他呼出一口气不能吸气的时候，就会插上这个氧气，让这些氧气戴上面罩，让你可以更好的呼吸。否则的话，依靠他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话，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呼吸。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如果把他的这个氧气罩这样拿去的摘掉的话，那么他就会死掉。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正常的呼吸。所谓这个正常呼吸呢，在这个也不是1分钟，也不是1小时，也不是1天，也不是1个月，也不是1年。总之呢，都是在连续不断，
是连续不断的可以去这样正常的呼吸，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像平常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呼吸，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不会去在意，不经意，就像好像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会太去关注、太去注重它，也不会对它去担心。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不做其他任何的事，然后稍微坐下来想一想，在这个自己呼气和吸气之间，去观想，去思维这个呼吸之间的话，我们就会察觉到我们是怎样去过呼吸的。这个呼吸呢，它是连续不断的。当你在这个连续不断的呼吸的时候，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个呼吸，那么如果你要呼吸，如果是一个如果你自己有一个装这个可以呼吸的这个氧气的一个袋子的话，或者是一个箱子的话，那么我们也不用说其他了。但是并不是这样，像这个我们所呼吸的这个氧气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像科学所讲的话，是从这个外在的这个山河大地、各种花草树木而产生的这个氧气。那么，这自己呼吸的这个氧气，每一次的呼吸的氧气，如果好好去观察的话，那么这个氧气，我们所呼吸的每一次氧气，它也要依靠很多几千几万个因缘，一步一步的连起来，才能成为这个氧气，才能让我们呼吸一次。但是这个所谓的呼吸，我们不是仅一次就够了，它要连续不断，要很多几千几亿万几亿次的呼吸。所以如果这样连续不断的呼吸的话，如果是我们要经济努力去挣的这个氧气，或者是要用钱去买的话，我们是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们不需要用钱去买，也不需要努力去挣，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自然。我们可以这样正常的呼吸这个氧气，它是一个顺源，我们具足这样一个条件。那么如果仅是思维这一点点，我们也觉得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就仅是这个我们可以呼吸，我们已经是非常有福报了，已经非常神奇了，已经非常的好了。我们可以这样去思维。那么像在这个宝曼论之中是怎么讲呢？因为死亡因缘很多，生存的因缘很少。如果生存因缘跟死亡因缘相做比较的话，那是少之又少。再加上这个有时候让我们生存的这个因缘、生存的条件，最终也会成为这个死亡的因缘。那么应该怎么讲呢？也就是我们对这个死亡，所以思维这些死亡无常，思维这些无常的话，我们就应该去修法，因为到临死的时候，只有佛法才能够利益到我们，否则的话，其他财物和其他任何的权利对死亡没有任何的帮助。像在入行论之中，也就是入菩萨行论之中这样提到，当你在临终的时候，今生的一切我们不能将今生的一切因缘去分给其他人，不能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算自己有很多的佣人，也不能分给任何的佣人，就算自己有很多的朋友，也无法跟他们分享，没法跟他们分担。虽然你跟这个朋友有很好的感情，虽然自己很想去分享给他们，但是没有办法分享的。自己的这个苦乐，自己的这个因果，都是要自己去背负的，不能分担给任何一个人。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苦乐，它是主导权全是在自己。那么之后这个因果的这个所谓的因果的这个因缘呢，也是需要自己去照做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世界，比方说这会很迷惑，就像是因为我们不是说疯子嘛，并不是一般的那种疯子，是已经精神状态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被这个烦恼和罪业所缠绕，就像一个很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一样。在这个世间的这个监狱之中，被关在世间的监狱之中，然后被这个所知障和烦恼障所蒙蔽。我们一定要了解到那么之后所讲到这个依靠上师的诀窍和上师的传记而去观修这个无常，那么这一部分，这里面有提到几点，其中呢。像格西敦巴的传记之中这样提到，有一个人，在格西敦巴有一个人他就在绕塔，有一个人在绕塔，那么格西敦巴去跑过来问他你在干嘛？就问他在干嘛？那么那个人就说我在修法，我在这绕塔。那么格西敦巴就说你绕塔非常好，那么你如果能做真正的佛法的话那最好。那么这绕塔的人肯定想绕塔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修法，所以他就停止了他的绕塔，然后他就在想应该还有其他更真实的这个佛法，所以可能是念诵经文吧。那么他就去念诵经文，好像是这样。有时候可能错了，但是应该是他在念诵这个经文，他就去念诵经文。那么格西敦巴有一次又看到他在看，他就看到他在念诵经文，然后就问他你在干嘛？这个人就说我在修法。那么格西敦巴就说你念诵经文很好，但是你还是修持真实的佛法吧。格西敦巴又这样说，那么他又去想，念诵经文，念诵经文也不是真实的佛法，那么真实的佛法应该是什么呢？然后他心中升起了一些疑惑，升起了很大的疑惑。那么他就在想，原来念诵经文呢也不是真实的修法，那么可能是观修打坐，可能就是这个修法吧。然后他就端直着身子，然后在那边打坐，然后格西敦巴又跑过来，然后看到他在那边打坐，他就问他，你在干嘛？他说我在修持真正的佛法。然后他趾高气扬地说我在修法。那么他肯定在想，格西敦巴现在可能不会跟我讲这不是真实的佛法吧？那么格西敦巴就像之前所讲的一样，你打坐很好，但是你还是修真实的佛法吧。然后这个人他已经头大了，然后他就说你所谓的这个真实的佛法究竟是什么呢？绕塔不是修法，然后念诵不是修法，打坐不是修法，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修法呢？那么格西敦巴就说所谓的修法就是舍弃今生，然后意念这个死亡无常，依靠这个死亡无常而鞭策自己，就觉得自己真的时间不够用了，每一刻都要去珍惜的去修持这个佛法，然后在对时间升起厌离心，并且升起精进心的话，才能称之为修法。否则的话，像又不舍弃今生。也不意念这个死亡无常，也不鞭策自己。那么你不管是在做什么样的佛法，在修什么样的修法，都只会成为世间八法的一个部分，不会成为真实的佛法。那么这是一个传记，依靠这个上师的传记，我们就会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的这个佛法。那么格西波多瓦，所谓格西波多瓦的传记之中，它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格西波多瓦平常在讲法的时候，因为法它有早法和晚法，也就是早上传法，晚上传法。当晚上传法以后，格西波多瓦就会说，当晚课结束以后。格西波多瓦就会对他的弟子说，今天晚上
如果我们没有死掉的话，那么明天我们会继续这个课程，继续这个开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每次的格西波多瓦都会这样讲。那么，所以他们就有这样一个就有一种说法，就是没有就觉得没有时间时间不够的波多瓦有这样一句说法，然后在波多瓦的附近有一个弟子，然后他就看到波多瓦的房子有一个柱子，他的柱子有一点倾斜了，然后弟子就跟波多瓦说，这个柱子应该换掉了，它已经倾斜了，这个不太好，可能会危险。他就这样去报告上师，然后格西波多瓦就说，不用换柱子了，都不知道是柱子我们去换柱子还是柱子会换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等到我们换柱子，有可能我们就会死掉，所以还不如继续讲法的。所以呢，这个依靠这一系列的这个传记，像达波仁波切所说，所谓的这个佛教徒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准备着死亡，也就是每时每刻都是在准备死亡，就是说我要或者是今晚会死亡，都是在准备。如果今晚死掉了，今晚死去了，也没有任何的悔意，有这样一个心态，马上现在就在这一座，就静静的去修持，要有这样的这个修持观念。像噶当派的传承祖师所说的，所谓的佛法，一切所听闻的佛法都是现今马上就要实践的，现今马上就要去观修的，而不是明天后天，并不是这样明日复明日的这种等待。所谓的法就是就像我们是辩经所说的，那么所谓的法就是今天一定要修的。如果说你说如果有什么法不是今生马上要修的，那么请大家举个列出来，那么很难找到。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法就是说马上热腾腾就在这一座上去修持。而且像卡拉贡琼这个上师，在雪域藏地格隆贤农吧，他说在雪域藏地庄严鼎盛，它有顶级庄严和耳室庄严两个庄严，也就是说在雪域庄严，那么耳室庄严就是卡朗贡琼，那么顶级庄严就是米拉日巴大师，所以这两个是雪域藏地的庄严。那么卡朗贡琼他是非常闻名的大师，也是非常文门的大成就者。所以卡拉冈琼，他在某个地方的一个这个山洞之中，他就吃着这个树叶，而去长时间的观修。那么有一天有个人卖茶的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卖茶的一个人，就是在上山下山采茶的这种人，他就碰到了这个卡朗冈丘，然后他心中升起信心，然后他就供养了一砖茶，就是茶砖，对，也就供养了一个茶砖，他就供养给卡拉布琼，那么卡拉贡区就说就放在那里吧，就放在这个，他就放在山洞的这个一角。那么3年以后，在这个整3年以后，之前供养的这个供养茶砖的这个人，他又到卡拉贡区这里去供养茶的时候，以前供养的那个茶原封不动的，满是灰尘的，还是放在原地，上面有很多的灰尘，还是放在那个一角，就是自己放在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供养茶的人，他就说，为什么你不熬这个茶不喝呢？为什么呢？那么卡拉冈琼说，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掉，所以我在修法上非常忙碌，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我很忙，我非常的忙，所以
我还不知道我要去熬茶，还是这个茶会熬我，所以我没能熬这个茶。因此呢，你现在把以前供养的茶砖和现在带来的这个茶砖两个都带回去吧。所以呢，像这样，呃，因为这个无常的，它是非常的迅猛的，非常容易改变的，所以呢，在非常迅速、快速的会到来，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快速的去修持这个佛法。如果不这样快速的修法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何时会死亡。那么依照往昔的这个传承上师一样，他们心中体现的这些无常，我们就要视他们为榜样。现在我们是怎样一个状况呢？现在我们有衣服穿，但是还是不满足，还要很漂亮，还要很花枝招展，然后就算有吃的也不满足，因为要非常的美味，像山珍海味一样。如果口渴的话，并不是水，任何的果汁这些都可以。虽然有水可以喝，但是还是不满足。像以前藏地的话，就觉得就很注重这个茶，然后这个很贵的这种茶，像现在汉地的普洱茶一样，很有名的文尔普洱茶，并不是说普洱茶就可以了，要有70年的普洱茶或者50年的普洱茶、40年的普洱茶，也很多很多这样。因此呢，想着这一系列的状况，那么就证明我们的心中没有升起这个死亡无常。总之，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所谓的这个无常，人生，所谓的人生呢，从出生到死亡之间，或者人生要怎样讲呢？也就是说，从出生到死亡，我们不应该将它视为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所谓人生，它也是一天，仅是一天，它也是人生。所以呢，像往昔传承祖师怎样讲呢？要将这个每一天视为是每一生去思维，将一天视为是一生。早上，从这个床上起床的时候，视为是从母胎之中降生，然后在洗漱的时候，就想在出生以后洗这个身体，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要观想这个出生的婴儿，然后喂以母乳一样去这样观想，然后慢慢的成长，然后成长以后，然后去上学、工作，这些，然后在中午这些做的事就视为是在上学工作，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快要入睡的时候，我就想着自己已经身体已经变老，然后即将步入死亡。将这个每一天的这个生活视为是自己人的每一生的话，那么就不会去浪费这个每一天，同时也会让这个自己的一生都具足诗意。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能做到每一瞬间都不浪费的话，那么就会很有帮助。比方说每一瞬间、每一刹那，将它视为非常的珍贵，因为有的人可以在一瞬间一刹那就可以证悟，因此呢，每一刹那也是非常珍贵的，我们要将它视为非常珍贵，而去这个利用这个机会，不去浪费这个机会，而去修持佛法。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获得了这个难得的人生宝。那么既然获得了这个非常殊胜的所依，那么就要去承办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要去想有没有一个可以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那么
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事的话，那么什么时候去做呢？那么马上就应该去做。如果等到以后的话，那么以后，我们还不知道你会不会还有以后呢？以后是什么呢？明天你还会不会在这个世上呢？明年你还会不会在这个世上呢？都不确定。如果现在我们去想的，今年是第18届辩经法会，第18届的这个法会，之后的19届法会，还会不会有会不会是在座的各位呢？也不确定。所以，既然了解到如果知道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事要承办的话，那么就要马上着手，立马去做。大概就是这样。时间也应该到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像昨天，昨天也讲过，今天有一个事要跟大家讲。昨天。我讲了这个社类论的这个共同的这个有讲的，所以呢有简短的去为大家讲解。那么所谓的这个社内学的话，我现在希望可以为大家讲一下所谓的社类。所谓的社内学，就是将诸佛菩萨所做的一切教言，将它们摄集在一起，所以称为社类。将一切精华总集，摄集一切精华，将一切大论以简而易懂总集于一处，摄集于一处，所以称为社内。像以前所讲的话，社量社论以及中观社论有各种社论的这个区别。那么在现阶段的这个社类学，它就是乔巴七吉森根他所著的对中观对这个适量论做了一个适量社类论以及中观社类论。所以最初社类论是由这个乔巴七吉森根所著作的。那么乔巴七吉森根所著的这个适量社类论的话，它有这个简易中3种版本。那么中论呢，它是中论的这个社量论呢，是比相对于这个前两者更为闻名。那么所以当时很多人就特别注重这个社类论，因为像往昔这个各大寺院的话，仅是去修学这个社类学，而到各个寺院去参加辩经。所以有的人像往昔有些大德就会对这个社类学就会驳斥，就是反驳这个社类学的这个修学。像这个荣登西加公司他在一个教研之中所讲到，因为在我临终的时候，我唯一的遗愿就是你们一定要让在这个一定不要忘记去这个修法，所以这就是我的遗愿。那么我们平常不是在讲是非是保平非保平是保平这一系列这些东西的话，你都不要去太过注重，花太多时间去辩论这些。总之呢，像有一段时间的话，像社类学，它只是提高这个学生的这个辩才能力，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让这个学生变得更聪明。如果仅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注重在这个社类学，而忘却其他的大论的话，那么或者是当你在修学大论的时候，又将这个社类学里面的这个反驳的这个方式以及反驳的这个论点全都带到这个大论之中去修的话，又会有麻烦。否则所以呢，像往期的大德也有反驳博士这个社类学的修学。总之呢，所谓的社类学，现今我们所讲的社类学，它真正的名字叫社类，也就是叫社。所谓的社类学，我们有佛学院、工厂、
学校，也就是在学习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我们用藏文来讲的话，它是叫扎，也就是像一个地方一样。所谓的迪扎，这藏文叫迪扎，中文叫社类学，它就真正是应该是讲社类，社类学所以不能叫这个藏文中的扎，因为这只是在藏文之中会有这样的疑惑，在中文好像没有。所以在达瓦西列，他在这个问答集之中，像这些桑杰讲座，问这个门林仁波切的这个，他们有一个问答录，所以其中讲的非常的详细。因此呢，像往昔。噶举的各大寺院，各大佛学院，以及噶玛冈仓的各大佛学院，对这个社类学的这个修法非常的注重。那这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也就是说，像铁柱噶玛恰美的这个传记之中，他就去这个各大主寺。他就在少朗特登尼歇令这个寺院去修学的。他在他的传记之中是这样的，他有一个这个同学，他的同学跟他讲，萨迦派和格鲁派他们会学3年的社类学，然后进入大论。而我们冈仓的话，真的好奇怪哦，仅是这个社类学就要学这个20多年。所以说，像以前好像冈仓就会修学这个，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修学这个社内学。所以噶玛乔梅他说他最初他有学这个社类学，然后提高自己的辩才能力，然后他非常的精进努力，所以后来他就有停止。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社内学，像以前就有他的修学，以前也有这样的传统和传承。所以现今呢，我们应该将如果他是衰败了，就将它护持并且让它真正以这个依照这个传承，依照这个历史的这个传统去思维而去修学这个社类学的话，那么自己的信心也会增加。那么像有的人辩才也不怎么样，学问也不怎么样的人，就会说很奇怪的话，就说噶举派不需要去辩论，辩论有什么用啊？也有人会这样去想。所谓的噶举无辩论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噶举无辩论，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辩论辩经，在社类学的这种辩经，并不是这样。所谓的噶举无辩论，也就是说，从金刚总持传下来的这个教法，然后以口耳传承的这个方式传下来的这个无垢的这个教义。是没有任何争论的，所以才是这个没有任何争论，大家都一致认同的这个教言，所以大家就把这争论，这个辩论，视为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辩经，所以弄混了。因此呢，今天这个引导文呢，像去年这个辩经法会，我们有这个辩经研讨会。那么去年是第1届，去年只是因为仅是做了一个缘起，只是在40多分钟有做这个辩经讨论。那么主题是这个他空见是不是真实的这个见解，好像是辩论了40多分钟。那么那只是代表一个缘起，并不是一个非常圆满，也不像我所想的那样。所以今年我希望可以非常的圆满，依靠去年的这个经验，然后希望今年可以有一个更殊胜的这个辩论讨论。像每个寺院，我之前也讲过，每个寺院每2、3个月可以有这样的辩经讨论的话非常好。所以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寺院有这样按照去辩论，所以我谢谢大家。那么这个月的12号。会有一个辩经研讨，所以它这个研讨主题它有是
他空见是不是真实的这个真正的见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讲和修，讲和修之中哪一个更重要？这两个主题就是这12号就要辩经讨论的这两个主题呢，之前就已经给各寺院讲过了，所以大家也应该有所准备。那么在辩经讨论的时候，这赞成一方和不赞成一方，像正方和反方也好，承办方和这个反驳方，有两个团，可能要分成两个部分，两个团体，所以现在有8个佛学院，所以正方4个寺院，反方4个寺院，哪一个要当正方，哪一个要当反方，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社类、音类和心类学的时候，我们有抽签。那么这次等一下就课程结束以后，各个佛学院的坑部请到我那里来，我们大家就开始抽签。那么在抽签，扔纸条抽签吧。那么在这个分成嘎方和卡方。是分成两方，然后像嘎卡嘎啊，也是藏文的4个字母，相当于甲乙丙丁，那么4个寺院是正方，4个寺院是反方。那么如果每一个佛学院需要一个僧人，那么因为有2个主题，所以每个寺院每个主题要一个僧人，所以每个佛学院一定要派2位僧人，否则的话。如果只是一个人，如果只能一个人的话，那另当别论。如果有人的话，那么请派2位僧人。那么如果是实在不行，只有一个人的话，那么就别无他法，只能派1位了。所以未来的话，这个辩经讨论会，我希望可以更加的广大，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个见识，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能增加智慧。像平常我们辩经的话，这只是这个提问问答，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我们有4种这个回答方式，所以这种回答方式也非常简单。那当你在辩经的时候，那拍手都是。就算你能变得很顺利的，变得不顺利的话，你可以引经论著。那当你在这个辩论研讨的时候，你一定要以这个真实的理由，或者是这个去回答，并不是说非常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或者这种很短的这种回答方式，就可以了。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辩经研讨会，我们会做各种不同的主题，比方说大乘的这个法，它是不是佛法，或者是在中观和唯识，一个支持中观，一个支持唯识，看中观和唯识2方去辩论的话，谁更厉害？或者是有时是中观前义和前中观和后中观2个去辩论。之前我有开玩笑，我有很多认识的这个格西，去支持这个噶举派，然后噶举派去支持格鲁派的话，这样去辩论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我想看一下，听说以前隆德寺有这样的一个传承，有的人去支持这个外道，有的人支持佛教，那么就当自己是外道，然后去辩论这个跟这个佛教去辩论，所以各种方面能这样辩论的话，那么如果能这样增广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利益的。因此呢，从现在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准备，比方说像这个辩论的话，要希望大家注重，所以这个辩论如果赢了的话，那会有奖励的所以这个所谓的辩论，会拿到什么奖品，或者是输掉的人会怎么样？没有写在纸上，这是一个秘密。所以呢，
现在像去年的话，我们是无计可施，因为没有做很好的准备，所以这边是正方，那边是反方，大家都知道他们要说的，要回答的，大家彼此都知道。所以这次我们不是这样，正方他去一个角落，反方去一个角落，他们自己去准备，然后。自己去准备，不然的话，像去年的话，只是因为缘起，所以正方反方都知道，他们对方要讲什么。比方说，你这样讲，然后你这样去回答，所以就这样去排的。所以这次并不是这样。我要这样回答的话，那么如果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严守自己的提问或者问答，所以生怕别人听到。所以这两个主题，一个是踏空见是不是真实的见解，那么中观自空和踏空，在这个噶举派是非常注重的。像雪域藏地有说这个踏空见是这个真实的见解，有人说是，有人也说不是。但是在这个踏空见是不是这个真实的见解？如果虽然会有这个输赢，但是并不是说这个踏空见是对是错，我们并不是评判这个，而是说这个各个学生他在辩论的时候，他以各种的他以他的智慧和辩才能力，看能以他怎样的智慧可以去辩论这个自空见和踏空见，而并不是说我们这边说两方去辩论，有一方赢的那一方就是真正的见解，就如果哪一方赢了，并不是说他的最终结论就是对的，所以呢就讲到这里。